台北市宝林地区的食物中毒案件验出米加菌酸，引起民众惊惊。真侪民众拢认为讲，这米做的物件暂时拢卖食，要店家主动无卖鸡仔条这类的产品。但是有专家认为讲，这米加菌酸主要是椰子发酵所引起的，应该爱改名称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今表示，会召开专家会议，大家讨论看卖敢要改名无。台北市万华信义店宝林地食食物中毒案，造成2死，超过30人身体无爽快。有几位患者摕来验出米汞菌酸，互外界认为是即摆食物中毒的凶手。对此，来自马来西亚的清大教授黄正雄认为，应该将米汞菌酸改名叫做亚汞菌酸较正确。椰浆饭，这还有加这个椰浆去煮的椰浆饭很好吃，可是很容易食物中毒。这一个会发酵出这一个毒素的细菌。都是跟椰子有关，所以我认为说比较适合的译名应该叫椰酵菌素。菌酸，然后这个可能会比较贴切。因为米汞菌酸是过来头一摆检出，卫福部长王必胜表示，米汞菌酸的产生有3个重要条件：第一是糖厂部珀克斯菌是真特别细菌，佮爱特定亚种是属于土壤细菌，也佮毒性真强；第二是钙质一般是淀粉椰子等；第三是温度介伫22至33度的中性环境，佮食物本身有发酵的情形，爱符合以上3个要件才会产生米汞菌酸。目前锁定参与贩卖淀粉的鸡仔条是米汞菌酸上可能的来源，为了避免污名化米製品的讨论改名。毒素的名称一开始就有一个米呀，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家误解。然后我想，是不是未来我们在更名的时候也列入这个考虑？那我想这次跟米食的关系是比较小一点。王必胜强调，糖厂埔珀克斯菌在台湾是少看，所以无排除是较接的国际同连之下，人为带入来。目前已经针对宝林地区的厨房环境进行采样，后手进行细菌培养，以确认敢会当培养出糖厂埔珀克斯菌，上近2礼拜来有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